上主題設計好多時都會用到大量嘅金屬或者係機械裝置嚟堆砌，難免會俾人一種冷冰冰嘅感覺。有設計師就要打破呢一種規律，喺家居設計入面滲入大量科幻元素之餘，同時又要做出溫馨高貴嘅感覺。一齊睇下出嚟嘅效果係點？科技係生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近年唔少戶主構思家居設計嘅時候，都會以科技元素嚟出發。有人會安裝成套智能家居系統，令到生活變得方便。亦都有人會先諗咗要喺新居添置邊一啲先進嘅家電，例如係影音設備咁，然後再以設計嚟遷就。而今集要介紹嘅呢一個單位，戶主嘅要求係希望設計師以佢偏好嘅低調奢華風格作為基調，再加入唔同嘅視覺元素，令到室內增添科技感。鏡面鋼材俾人感覺奢華，亦都帶有科幻味道。所以有別於一般低調奢華風格嘅設計，只係用鏡面鋼材喺邊框位置作點綴。設計師 Terence 決定大範圍採用鏡鋼。喺一入門嘅玄關櫃就可以見到。首先，其實呢一個櫃咧係有3個 function 喺上面嘅，一個係可以坐啦，一個可以擺鞋啦，一個係可以攞嚟儲物啦。咁其實我哋將呢3個櫃嘅話咧係分開咗3 part 去做啦。咁上邊嗰 part 嘅話咧就會係一個吊櫃啦。咁跟住中間又會係一個地櫃咁樣，咁再下邊嘅話就會連住咗一個位係斜出嚟嘅話係俾佢坐嘅。背景你要感覺上佢係要反光，要有少少黑黑地色，咁啊你要感覺到佢好似吸你入去嗰種感覺嘅話咧，咁你就帶出有少少科技感㗎啦。玄關櫃呢一面牆身其實全幅牆都用上灰鏡鋼。Terence 話呢一個做法，同時係希望方便戶主出門之前整理而用，並且將窗外嘅維港景色引入室內。要營造科幻感，唔單止係物料，形態都好重要。Terence 解釋，玄關櫃採用咗梯形設計，最初咁做係希望遷就單位原色做斜咗嘅大門入口。佢話喺度擺放普通長方形嘅櫃，角位會突咗出嚟，所以決定削走一角變成梯形。佢認為得出嘅視覺效果好符合科幻嘅設計主題，所以喺連接玄關以及客廳嘅天花燈槽一樣利用咗梯形嘅線條。其實佢本身佢有個都有個假天花喺嗰度，上面亦都有啲震喺度嘅。咁其實我哋就拆咗佢之後嘅話咧，咁我哋就重新再利用個燈光嘅效果啦，做一個延伸咁樣帶佢入去個客廳入邊咁樣嘅。咁啊，做一個特色嘅燈槽設計。除咗係一個帶領到個客人由大門入去個客廳嘅指引之外咧，咁其實佢都係一個類似一個 signal 咁樣啦，咁就係好似香港嘅脈搏一樣跳動嘅感覺。至於客廳嘅電視牆層板嘅形狀一樣係呼應翻梯形嘅燈槽設計。電視牆身咁點解我哋會做呢個好似個碗咁樣浮起嘅感覺咧？咁其實個客人係自己都想係做呢個浮起嘅感覺嘅。咁再加上後邊咧，佢會加翻啲佢自己嘅變色燈帶啦，咁佢就會可以做出呢個科技感。物料選擇方面就糅合咗另外一種低調奢華風格常見嘅元素——雲石。不過 Terence 今次採用嘅係油上咗仿雲石藝術漆嘅陶瓷磚。呢一個做法唔單止價錢比較划算，更加重要嘅係佢嘅厚度可以做到比真雲石纖巧得多，符合翻設計希望做到嘅漂浮效果。另外，同樣利用曲面營造飛船漂浮感覺嘅，仲有分隔書房同埋客廳嘅呢一片弧形落地玻璃。呢一塊玻璃咁特別嘅？係啊，佢係霧化玻璃嚟㗎，我帶你入去睇下。好啊。
我哋而家講起通透先啦，咁其實而家通透嘅時候嘅話咧，咁戶主喺客廳使用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嗰個書房嘅空間咧都會納入埋去客廳嗰度咧，咁個空間感就會大好多咯。咁亦都個戶主喺個書房使用嘅時候嘅話咧，佢亦都可以透過呢個霧化玻璃可以望翻嗰邊嘅景色，咁啊將成個景色納入埋呢個書房入邊。咁如果當佢熄咗嘅時候嘅話咧，有客人嚟嘅時候啦，佢熄咗佢啦，咁其實佢就會係呢一個空間就會變一個好私人嘅空間咯。咁佢就可以好私隱咁喺度做佢自己想做嘅嘢，亦都唔會受到打擾啦。一方面希望塑造科幻感嘅家居，另一方面又怕整體感覺太過冷冰冰，加入俾人感覺溫暖嘅木元素，正好作出平衡。Terence 決定保留單位原裝嘅淺色木地板。牆身方面，佢就配搭翻柔和嘅米色牆紙，而入到主人房，木元素就成為主調。喺瞓覺嘅地方嘅話，咁其實我哋就會唔好咁科技感多啲嘅，咁我哋就會偏向翻少少日系嘅風格嘅，咁就會主要就會用翻多少少木嘅效果去做咁樣咯。咁就個背景牆身啦，咁我哋其實就會係用咗牆紙再加呢一個木條紙去做到呢一個感覺啦。咁同埋我哋會封咗少少後邊嘅一部分嘅窗嚟拉翻闊咗成個床嘅個 scale， 令到你會覺得佢係有一種低調奢華嘅感覺咯。為咗貫穿成個設計，Terence 決定喺主人房嘅一啲細微位置，例如係衣櫃門框，都用翻鋼材嚟點綴。不過佢就喺物料選材上作出微調。客廳嘅話，咁我哋會做出奢華嘅感覺嘅話，咁我哋會用光面去做咯。咁但係喺房裏邊嘅話，我哋要做翻要係溫暖嘅感覺嘅話，咁我哋就會係用啞色拉絲面，佢唔會話呢度會反嚟反去啲光，因為咁樣嘅話，佢瞓覺都唔會舒服噶嘛。戶主係同爸爸一齊住，入到嚟呢一位長輩嘅房間，梯形、滲光燈槽呢一啲科幻感嘅元素，似乎仲多過戶主自己間房。Terence 解釋，只係咁啱呢一啲元素好適合融合防跌功能，可以令到長者有一個安全嘅休息空間。呢一間長輩房咧，咁佢有個最大嘅要求咧，就係張床瞓覺嘅時候嘅話咧，佢挨喺度望嘅時候嘅係望翻住個景嘅，咁所以咧嗰個牀咧其實就會係搭咗喺個窗台上邊嘅，咁佢哋係最貼近個景，佢落床嘅時候其實都有啲高，咁所以咧我哋個張床嘅設計咧就會係有一個 step 咁俾佢可以踩落去嘅先落地下咁樣嘅，咁佢就會用嘅時候嘅話，佢亦都會係安全啲咯。咁成個形態嘅話都係為咗為一個長者用啦，咁所以我哋都會係做翻啲護位啊、斜位啊，咁啊唔好令到佢咁容易撞到啊、跌親啊，咁我哋做翻啲燈光嘅 signal啊，咁樣亦都係可以提示翻佢落腳點喺邊度咁樣咯。同埋啲櫃身啦，咁我哋其實都會因應翻係長輩用啦，我哋亦都會做翻啲護咁樣嘅。如果相比起梯形、弧形都係中意試試正正設計嘅話，又或者只係希望喺現有嘅家居設計上加入科幻感覺，都有好多小細節可以考慮。所謂屋企增加科幻感覺嘅話，可以從呢一啲位置着手。開咗水會着燈嘅水龍頭，電視牆背會變色嘅 LED 燈帶，仲有櫃底天花嘅滲光燈槽。Terence 話唔同燈效嘅玩法都有助營造科幻感。大熱嘅設計風格，好多戶主構思家居設計嘅時候都會參考，但係要做出真正屬於自己嘅家居設計，就要從細節方面落功夫。好似今集嘅設計單位，同時興嘅低調奢華風格一樣，係採用鋼材作為貫穿單位嘅元素。不過設計師喺材料顏色、線條以及所配搭嘅燈光效果發揮創意，整體效果高貴之餘，亦都充分照顧到戶主偏好科幻感設計嘅口味。
低調奢華風格包容性咁強，唔知除咗科幻感之外，仲可以再有點樣嘅另類呈現呢？